自2026年3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对耶稣来的审判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约翰福音第9章24到41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约翰福音第9章。法利赛人第二遍叫迄个出世就失明的来，甲伊讲，伫上帝面前着照实讲，阮知这人是有罪的人。伊应讲，伊是有罪的人，毋是，我毋知，我只有知一项代志，我前失明，呾有看见。因就问伊，伊甲你做甚物？伊安怎互你袂看见？伊应讲，我已经甲恁讲啦，你毋听，若要搁听，你嘛想要做伊的门徒是无？因就甲伊骂，你才是迄个人的门徒，阮是摩西的门徒。阮知上帝捌对摩西讲话，毋过这个人伊对倒位来，阮毋知。迄个人应讲，安尼有够奇怪，伊医好我的目睭，恁犹阁毋知伊对倒位来。咱知上帝无听罪人的祈求，毋过人若敬畏上帝，实行伊的旨意，上帝就甲伊听。对创世以来，还毋捌听见讲有人互出世就失明的人会看见。这个人若毋是对上帝遐来，袂当做即款代志。因就对伊讲，你出世就有罪，伫罪中大汉，搁敢要教示阮？因就甲伊结出会堂。耶稣听到因有甲伊结出会堂，后来找着伊，就甲伊讲，你有信人子无？伊应讲，先生，什么人是人子？我通信伊。耶稣对伊讲，你已经有看到伊，即阵在甲你讲话的就是伊。伊讲，主啊，我信，就跪落去甲伊拜。耶稣讲，我为着审判来到即世间，通互失明的看见，互目光的变做失明。一寡法利赛人听到就问耶稣，你是讲阮嘛失明哦？耶稣应讲，你若失明就无罪，毋过恁讲阮是目光的，安尼恁还有罪。对耶稣来的审判。约翰福音第9章第10到12节，讲述耶稣伫安息日医治生来就失明的人了后，故事跳脱苦难的主题，进入律法层面，探讨法是毋是较优先伫情甲理。情是指生命的需要和温暖，理是指实况。法利赛人针对耶稣医治失明的人，案情调查如下：伫第13节到16节，是因根据事实查核，指出耶稣违反安息日律法，触犯以色列人甲上帝的约，若无停止，将对以色列团体带来公共危机。其次，因此犯戒律的人无可能是上帝的子民，因为安尼耶稣行的新约无算是上帝救赎的恩典。第17节到23节是一群法利赛人去询问迄生来就失明，互耶稣医治好的人，安怎看待耶稣？伊的回答是先知。也有一群犹太人领袖，甲伊的父母找来问话，因早就已经商讨好，若有人承认耶稣是基督，
就要将因赶出会堂。第240到30记载，犹太领袖再次将失明者找来，警告伊爱讲老实话，因为阮知这人是有罪的人。因照着交车结问恐吓这人，若是伊辩护讲，耶稣若毋是对上帝遐来的，啥物拢袂当做。最终因判决，将这个互耶稣医治好的人赶出会堂。身为律法的维护者，法利赛人有责任公平执法。无论犯法的人是啥人，总是假使因会当注意到法外的作为，搁甲人祝福的时，因是毋是也应该坚持律法的原则，去实践律法的公平性？伫约翰讲述的故事中，耶稣邀请咱搁较深刻思考律法之外，搁较深沉广阔的意义。我为着审判来到这世间，通互失明的看见，互目光的变做失明。耶稣互医治较优先伫执法，搁引带人对医治的新热思想，迄位超越律法判决的审判者是邪。伫法律专业中，法官林钦公生前常常用基督信仰精神做出判决。天下杂志捌专访过林法官，伊谈到过去也捌帮地主进行拆除兄弟的官司，当伊看到被告钱点阴暗劫势的违章建筑中，厝内破旧的摇篮呢，还倒着一名婴儿，互伊想到家己困苦的童年，袂禁得反问：我是帮凶无？经过耐心交战，伊决定放弃收入丰富的律师工作，转任法官。祈福家己与其咒诅黑暗，不如点亮明灯。有一遍，林钦公的囝儿问伊，做法官上有成就感的案件是倒一件？伊讲，家己做法官无成就感，因为两做到法庭拢是流过目屎。法官无办法挽救继承的伤害，结果干那会当疗伤止痛，哪会有成就感？伊无认为执法者是爱对被告有所伤害，是爱救回这个人。默想约珥书第2章13节，着疼你恁的心，毋是疼你恁的衫；着归向上主恁的上帝，因为伊有恩惠怜悯，袂快受气，有丰盛的慈爱，会改变心意，袂讲灾话。约珥书第2章13节，着疼你恁的心，毋是疼你恁的衫；着归向上主恁的上帝，因为伊有恩惠怜悯，袂快受气，有丰盛的慈爱，会改变心意，袂讲灾话。咱来祈祷，我的上主，恳求你用你的光甲疼，引带我做判断，伫断定是非之前，融入你的慈悲，奉耶稣基督的怜悯恳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